高雄的民进党立委林岱华最近牵涉到诈领助理费和政治现金案件，进前服约来时阵，伊是话讲司法干涉政治，政治干涉初选。不过林岱华在今仔日有解说讲，唔是指控党内任何人，伊也强调讲，伊未提出党内初选，甚至是未来脱党参选高雄市长。那高雄高分院今仔日是撤销林岱华小弟和2名助理的交保裁定，发回高雄地方法院检裁。 如果不是跑在前面，怎么会遇到背后偷袭？立法院开议日讲入助理费加政治现金案的民进党立委林岱华主动出面，先八会进前，互人约谈的时阵，话司法干涉政治，政治干涉初选这句话，不是在讲家己的党，并非指控任何党内同志，也并非指控恪守职责的司法人员。如果我的这一席话 有造成任何人的困扰，我表达歉意。我会在法庭上证明我的清白。搁再声明家己清白，不过就看亚讲林岱华涉犯公益侵占罪，涉嫌加政治现金违法洗入去甲家己关系密切的通法时，初步估计金额是990万。后续又主持涉入基金会，连助理费案拢总不法金额超过3700万。另外检调搜查林岱华服务处的时阵，找到2张纸，一张写林岱华甲主持准备委任的律师的名，另外一张是提起助理费加涉密案，互检方认定因有 做回透靠近的顾虑，媒体的一个报道哈，那个真实性如何，我们再了解。超出侦查不公开的范围了，我不做回应。我已经是在这个大家庭内一路栽培我、提拔我，那让我来服务乡亲的机会。这个大家庭，我是永远是其中的一员。这绝对不会脱党参选。 对于传出可能退出民进党初选、脱党参选高雄市长，林岱华讲，这拢不是事实。不过，同一天，高雄高分院撤销林岱华的小弟林岱荣，也有2个助理的交保裁定，发回高雄地院检裁。而且指出，撤销理由可能牵涉侦查无公开资讯，所以无做说明。对司法侦查进度的进行，林岱华是不是涉案，持续为选情加添变数。记者综合报道。